来看台中市一间国小有学生摕乐乐棒的球棒来拍老师，所以事后有向老师回失的，这老师嘛有去报案，因为学校互警察甲囡仔带走去警察局做笔录，佮无人陪囡仔做回去。市长罗秀燕是非常的生气，要求教育局佮警察局着爱彻底来查办，嘛爱处罚这老师甲警察。这事件嘛，互基层的老师是真反弹，网络有真侪批评。市长罗秀燕今仔早起第二回，嘛向老师回失的。现在教孩子其实并不容易，那所以老师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用尽方法，心力交瘁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我昨天的话说，这个老师是不是适任？我觉得我讲得太快了，太早下结论哈。我必须向这位老师致歉啊。那对于这件事情啊，老师为什么这样做？那他的前因后果，他有什么样辛苦的地方？我想我必须理解。基层老师不满市长的处理，代理代课老师产业工会嘛发声明，要求市长得爱回失的，应该爱建立完善的老师保护机制，强化法治的教育。全教组嘛呼吁市长爱收回无适任教师的批评，认为市政府应该爱先调查，无应该直接按老师的罪名。罗秀燕嘛向老师回失的，强调讲少年事件处理法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。在爱去警察局的时阵，就爱有监护人，还是家长的陪同，无得违法咯。要求讲这应该爱检讨。